大家好，又係我 Remus 啊！今日嚟到呢個浩景灣，同大家睇兩個海景嘅單位，一個兩房，一個三房。咁我哋而家出發。浩景灣位於青衣牙鷹洲街8號，發展商係新鴻基、華潤創業同埋長實。入伙日期由1998年1月開始。浩景灣總共有3期10座，提供2824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由498到1820尺。浩景灣交通便利，鄰近就係港鐵青衣站同埋青衣城。屋苑下邊仲有一個浩景灣商場添。小學校網係66，中學校網係葵青區。我哋第一個先參觀嘅係位於11座高層嘅 C 室，實用面積504尺嘅兩房單位。好，我哋先睇下廚房先。跟住呢個係客飯廳，客飯廳係兩邊擺位嘅，咁擺位嗰度都好四正。單位係望返去蘭巴拿海峽全海景。下邊就係呢個青衣海濱長廊啦。跟住就到浴室。呢個係細房嚟嘅。咁細房採光度都好足，有兩邊窗。細房就會係望返青衣城嗰邊嗰個方向。跟住就到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，聽業主講，因為之前做咗啲防漏嘅工程啊，咁所以出邊搭咗棚，咁而家其實做好咗噶啦，咁嚟緊就會準備拆埋個棚嘅。好啦，呢個單位大致上就係咁樣，咁跟住落嚟，我哋就會去參觀另一個三房單位。跟住要介紹呢個單位係位於10座高層嘅 A 室，實用面積778尺，三房一套連一間多用途房嘅。我哋而家先去個廚房睇睇先。廚房裏邊就係一間多用途房啦。咁多用途房佢有窗嘅，咁可以做工人房。跟住就係呢個客飯廳啦。同樣都係望返呢個蘭巴拿海。跟住到浴室。呢個係一個企缸嘅設計嚟嘅。好，第一間細房，佢同1、2期唔同，浩景灣3期嗰啲房呢，3間房都好方方正正嘅，咁變咗擺位方面就好容易。
另一間細房。呢個係主人房嘅浴室，咁有個浴缸喺度嘅，同埋主人房預留咗衣櫃位嘅，可以做個衣櫃。好啦，兩個單位參觀完啦，大家又覺得點呢？不妨大家喺留言區度討論下，記得俾 lik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，下次再有啲新單位我會再介紹俾大家嘅。拜拜。